林建岳比林建明呢個大哥少咗足足20歲，佢依家嘅身家真係唔一般啊！如今香港潮州商會嘅會長唔係李嘉誠，而係林建岳。林百欣2005年去世嘅時候，據說留低8億嘅家產，通過林建岳嘅經營，而家身家已經達到1000億啦。林建岳繼承咗父親嘅4間上市公司，佢自己又發展咗一間上市公司華亞傳媒，所以佢依家手握5家上市公司。通過麗新發展同埋麗豐控股2間公司，林建岳儲備咗近8億嘅現金。林百欣係做製衣發家㗎，著名嘅鱷魚鬚就係林家嘅資產。後來捉住機會向地產發展。80年代末期，林百欣收購咗香港嘅亞洲電視。當時亞洲電視喺林百欣手中係進入咗巔峰，拍出咗好多經典嘅電視劇，同時都捧紅咗好多大明星。父親打落嘅江山都交咗俾林建岳繼承。同時，林建岳仲發展咗自己獨立嘅事業，就係拍電影。《無間道》、《投名狀》呢啲電影都係林建岳嘅華亞傳媒拍攝㗎。林建岳喺事業方面初期都出現過投資失誤，導致家族公司市值蒸發唔少。好彩後來林建岳交出一部《無間道》，成功咁挽救咗自己喺老豆心目中嘅地位。林家喺香港有好多物業，林建岳每年喺香港可以收租12個億，喺內地可以收租6個億。林建岳喺英國仲有2棟寫字樓，一個價值100億嘅酒店。林建岳仲有一個比較有名嘅標籤，謝玲玲嘅前夫。謝玲玲係台灣有名嘅童星，細個嗰陣演過遠軍一個，生得非常漂亮。當時林建岳都係花咗唔少心機先追到謝玲玲㗎。謝玲玲嫁俾林建岳嘅時候先24歲，婚後生咗5個仔女。或者係靚女睇得耐咗都會有審美疲勞，即使屋企有明星老婆，林建岳見到王祖賢之後不禁驚為天人，隻眼都移唔開啦。兩人嘅地下情都係俾人發現咗。林建岳帶住王祖賢去加拿大旅遊，仲同佢喺加拿大買咗豪宅作為兩人嘅愛巢。但呢一切都傳到咗謝玲玲嘅耳仔裏面，謝玲玲堅持要求離婚。喺奶奶嘅支持下，謝玲玲攞到咗天價嘅分手費4億港幣。而且謝玲玲同林建岳生咗5個仔女，情商又好高，深得奶奶嘅喜愛。因為奶奶堅決唔俾小三王祖賢入門，所以後來林建岳同王祖賢嘅戀情都不了了之啦。繼王祖賢之後，林建岳又同台灣模特陳一平交往，仲生咗1個女。兩人前後交往13年，但余寶珠堅決唔俾佢入門。佢都同唔少女星傳過緋聞，譬如翁虹、袁詠儀、萬綺雯、楊采妮、林熙蕾等，但係都比較短暫。後來遇到比佢細24歲嘅模特林保怡，兩人開始交往，感情穩定。雖然已經交往10幾年，但一直冇結婚。當年林百欣嘅原配賴元芳去世嘅時候，林建岳就帶住林保怡出席追悼會。林建岳都比較花心，不過比起大哥林建明都係比較收斂㗎。林建岳自從離婚之後，雖然都偏好年輕嘅模特女性，但一旦選定咗自己中意嘅，感情都算係比較長久㗎。兩任女友都交往咗10幾年。林建岳可以被父親選為接班人，原因主要有2個，一係佢嘅大哥林建明太唔正派啦，溝明星係佢嘅主業；第二